今集會帶大家走入得意熊仔主題同英倫風格 crossover 嘅世界，去探一間超適合打卡嘅精品咖啡店。試下 G Beer 嘅招牌熊仔泡芙，再叫杯壺刷拿鐵咖啡，每一啖都好有澳門限定嘅風味。行過去澳門倫敦人美食園，由英倫風味行到澳門風味，兜一圈好似完成咗個小型環球美食散步。開始澳門第4集。如果想睇嘅話，記得訂閱旅遊通呢個 channel， 按埋 like 同 share， 我哋馬上去片。今次介紹嘅係澳門倫敦人名匯豪華精選酒店嘅查爾斯套房，間房大約83平方米。有開放式嘅起居區同埋食飯空間，套房有獨立睡房，擺咗張特大床同幾部大尺寸電視，仲有按摩椅可以鬆一鬆。浴室全大理石設計，有獨立浴缸同埋雨淋式花灑。倫敦人酒店仲集合咗多款美食，住客可以喺酒店輕鬆食到中菜、西餐或者甜品。想知多啲設施介紹同埋附近景點點玩？記住留意旅行揾酒店系列嘅足料版本，會再慢慢同大家分享。今集我哋嚟到路氹城，發掘下隱世美食同埋必去嘅景點。第一站就帶大家去成間氣氛都好治癒嘅打卡咖啡店，就係澳門倫敦人嘅 G Beer。澳門倫敦人嘅 G Beer 咖啡店係一間將可愛熊仔主題同英倫風融合嘅精品咖啡廳，超啱打卡，主打創意甜品、咖啡同主題美食。佢喺倫敦人民匯喜公館入面係一個好搶眼嘅角落，成間店都係 G Beer 嘅元素，有熊仔畫作同周圍嘅牆，又華麗又有啲童真，真係好啱影相打卡同拍 reels。甜品櫃係成間鋪嘅焦點，有熊仔造型泡芙、曲奇、朱古力、檸檬蛋糕呢啲精緻甜點，樣得意又精緻，一擺上台就已經好上鏡。熊仔泡芙整成立體熊頭嘅樣，外層係有裂紋嘅脆皮泡芙，入面塞滿滑捋捋嘅忌廉或者慕斯餡，食落油脆到軟，層次好分明。對眼同個鼻都用朱古力同糖霜仔細裝飾，甜度唔會太過流，配咖啡或者茶都好夾，都算係 G Beer 其中一款最招牌嘅甜品。葡撻拿鐵咖啡，葡撻拿鐵用香濃咖啡做底，面頭鋪滿奶泡同忌廉，再加埋鬆脆嘅撻皮，望落去好似葡撻浮喺咖啡上面咁，飲落先係咖啡同奶香，跟住咬一啖脆卜卜嘅蛋撻皮同埋蛋香餡料，將澳門招牌葡撻味道融入拿鐵裏面。嚟 G Beer 咖啡店一定要點呢杯打卡飲品。鋪頭入面有幅成面牆咁大嘅 G Beer 禮盒牆，可以買到熊仔樣嘅曲奇、朱古力同埋聯名紀念品，係倫敦人入面買手信同埋打卡嘅熱門位之一。澳門倫敦人美食園係一個集茶餐廳、美食廣場同花園分為於一身嘅全日用餐區，主打由廣東、港式到川上、東南亞等多樣化嘅中菜，一次過滿足晒唔同口味。美食園喺倫敦人民匯1樓，同商場區連接，設計行現代花園英倫風路線，有室內同室外花園座位，營業時間好長，甚至提供24小時用餐選擇，
對自由行客同住客都好方便。場入面好多檔口，有港式茶餐廳同粵菜小炒，又有燒味、點心、粉麵、素食同東南亞菜，好似升級版嘅大型茶餐廳撈埋美食廣場咁。個餐牌有超過200至250款唔同嘅菜同甜品揀，份量夠多，價錢喺度假區入面算係幾抵食。杏仁燉奶，滿燉奶呈奶白色，質地又滑似布丁，一入口就化開。杏仁香味好輕柔，唔會嗆喉，食落有陣溫柔嘅奶香同埋果仁香味，兩層感覺好夾。杏仁燉奶用青花科風格嘅細碗連碟上台，配埋隻白梳巾，望落有啲似舊式茶樓嘅甜品，帶出倫敦人美食園、中式庭園加茶餐廳嘅混合感覺。NBA 澳門旗艦店係一個集買嘢、打卡同體驗於一身嘅大型 NBA 主題空間，對籃球迷嚟講簡直係個必去嘅勝地。間鋪頭開喺澳門倫敦人購物中心2樓，有成超過900平方米咁大，係港澳第一間官方授權 NBA 旗艦店，仲有客製化區域，可以即場幫球迷喺波衫、T-shirt 甚至波鞋加名、加號碼或者圖案，五件獨一無二嘅 NBA 戰衣同潮流單品。貨品有現役同退役球星嘅波衫、大人同細路版波衫、衫褲、帽、波鞋、籃球用品、玩具、公仔同埋各類收藏品。鋪頭入面仲擺咗好多珍貴嘅 NBA 歷史藏品，對資深球迷嚟講真係好有紀念價值。澳門倫敦人嘅安德老餅店同咖啡店，將路環本店嘅經典安德老圖撻席接帶入度假村，係住客同遊客想食正宗陀擦時醉就腳嘅選擇之一。間鋪頭喺倫敦人購物中心2樓，分開外賣餅店區同堂食咖啡店區。無論你想快脆買走一盒葡撻，定係坐低慢慢嘆杯咖啡都得。澳門倫敦人嘅安德老餅店同咖啡店推出咗一款6件裝嘅安德老蛋撻手信，係將經典葡撻包裝成方便拎走嘅精緻伴手禮，一盒就可以將路環老字號嘅風味帶返屋企同人分享。每件蛋撻都保持住安德老一貫嘅風格，多層酥皮用動物油脂整成，焗到金黃微焦，食落香脆又層次分明，內餡係濃郁嘅蛋奶布丁質感，加埋焦糖烤色帶出微微焦香，甜得嚟唔會膩，大小啱啱好，方便手提相機或者放入手袋，唔會太重，絕對係經典手信之選。除咗招牌葡撻，鋪頭入面仲有多款麵包、牛角包、丹麥酥呢啲烘焙嘢食，仲有蛋糕、迷你塔同曲奇餅，可以逐件買走，或者裝成細細盒，最啱嗰啲想一路行一路食、一路食一路行嘅遊客。今集就講到呢度，下一集會繼續澳門3日2夜嘅旅程，記得睇埋下集預告。旅遊通頻道已經正式開咗 Facebook 同 Instagram， 之後除咗片裏面講到嘅行程重點，為咗大家更方便安排行程同埋揾有關資料，2個平台都會同步更新，等你可以隨時查返路線、交通同埋實用小貼士。 Facebook 同 Instagram 仲會不斷加埋各地嘅美食推介同打卡景點介紹，由人氣餐廳到隱世小店，由必去景點到冷門小區，全部同你整理好。記得幫旅遊通 Facebook 撳個追蹤， Instagram 撳個 follow， 再加埋開啟通知，下次 plan trip 就可以一邊睇片一邊對住啲 post 揾靈感。